这新闻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伫18、19访问中国，这是拜登政府上任较大去中国访问上高层的官员。美国国务院强调讲，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也毋过并无期待讲，即阵敢会有啥物重大的突破。中国外交部是指出讲，昨美中有通话，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嘛向布林肯强调讲，美国方面应该爱停止干涉中国的利益，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经过中美双方协商，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会伫18甲19访问中国。这是今年2月中美发生侦察气球事件，布林肯取消访问了后，搁再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目标是建立沟通管道，避免误判甲冲突，也会讨论一系列双边甲专业议题。The places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re well known. Fentanyl. Cross-strait issues, their alignment with Russia in its war in Ukraine, which I just spoke to, and a host of other issues. We view th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iplomacy and our conversati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have with China. As we have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a major player for a long time. 布林肯甲中国外长秦刚则是早起捌通话。中国外交部指出，秦刚将对台湾议题表明中方的立场，搁再声明美国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国务院伫简报布林肯的行程的时阵也表示，即届除了会见秦刚，甲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也有可能伫19会见习近平。啊，毋过嘛无认为布林肯即届会当有重大突破。军舰慢慢驶入马尼拉港，一只有几落百个海军学员的解放军军舰赤旗公舰罕见的到菲律宾访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当地华侨，也甲菲律宾海军官兵代表等300多人，拢到码头迎接。I feel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And I think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two countries can be stronger. 可以胜我们祖国这个边界，现在是搞得很好，比世界更好啊！很高兴为祖国点赞。解放军上届大动的训练舰赤旗公舰会伫马尼拉港停靠3天，做40天航行的最后一站。这原来是北京首部开设紧张关系友好的做法。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